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讲到《道之宗史》第18句的经文，己达达人。我们上次讲到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是一个贤者，他真正的做到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从他的义田、义学就可以知道，他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天下众生上。那尤其教化学子这样的一个课题他特别的用心所以他把他们家最好的风水地理拿来给这些学生读。那虽然不一定说他相信风水，但是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宝地，就不应该自己享用，要拿出来给大家共同享用。所以呢，人家说福地福人居那范仲淹为什么会有这块地呢？他也不知道，反正就莫名其妙。他的官邸就是设在那里。那他又想办学，所以他才知道这是一块福地。那可见呢，我们说这个境随心转。一个人他的心的一个慈悲的能量，利人达人的这个能量达到什么地步老天就给他什么样的福报，多大的福报，这完全是靠自己真诚心的发露。范仲淹一心为人没有自己，所以呢，他把他的风水宝地奉献给这个学校，奉献给这些百姓的学子，结果真的造成北宋年间学子的风气是很盛的。那么北宋在整个大环境这个人格的操守上品德的要求上那北宋也是很好的。比起其他的朝代，那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时呢，文人特多。那因为文人特多，那所以呢，一些学术就会很发达。我们看到北宋五子这些理学家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像这个苏东坡像李清照李清照可能还要晚一点。那这些大文学家、历史留名的这些人物政治家韩琦这个还有包公，你看都是出现在这个人世这个时代。那所以说，这个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为整个天下众生而想，那么整个大环境就会改变。所以这些贤人，这些君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造成北宋的风气也是这样子。所以想想我们今天要求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求一个没有天灾地变的生活，那么我们要向谁求呢？学范仲淹的例子，那就是最好了。他曾经说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一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者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者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你看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如果没有从一个德性上那一份真诚的一个流露
那一份一心为己一心为公这样的一个胸怀他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呢，他要去寻求古人的心。那这个古人的心跟我现在的心，到底还差在哪里呢？那我为什么追求不到呢？那如果说我已经做到了，那其实呢，古人的心那个仁者的心，圣贤者的心，就是我现在所要存的心，这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说何哉？没有不同啊。哪一点没有不同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会因物而来高兴，不会因自己得到悲伤。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些事物加诸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就会特别高兴。比如说你做官，人家给你送红包、送礼物，那么你会特别高兴。外在的环境给你了十足的供养，你就特别高兴。他说他不会特别高兴，那他也不会特别悲哀。他居住在清苦的环境，居住在了这个生活条件非常不足的这种环境上那他还是一样甘心自如自愿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他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任何的悲伤。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有一点像颜回所示现的那个样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颜回的乐，就是现在范仲淹的乐。所以说，范仲淹真的是有达到这种圣贤人的标准如果说当时他们也有名师在传道的话，那我相信范仲淹也能够成就为一个圣人。他说：“居庙堂之高者，忧其民。”庙堂就是在这个殿堂、皇宫。在皇宫里面做三公、做诸大臣，那么他就忧虑各地方的百姓生活怎么样了？他们的那种农作物是不是都可以安然的自长？各地士农工商的人是不是都能够追求到他们理想的愿望？这个是忧其民这真的是圣贤人的忧心那圣贤人的忧心，你看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佛菩萨虽然说讲超世间的，但是世间也是需要人家去照顾你世间的事情都处理不了了，如何解决超世间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给我们做一个典范。这个一心为公，没有为自己，没有自私自利，完全的这个真诚慈悲，亲近平等。那么处江湖之远者，忧其君。好了，他不做官了，或者是说呢，他被贬到这个离京城偏远的地方了，他也担心这个国王这个皇帝他能不能够把政事处理好？那有没有一些呢？奸臣，邪人，在皇帝的旁边这样挑拨是非呢？让皇帝下了这个不正确的决断呢？他也担心这个，所以说他在宫廷里面有忧虑，在这个百姓之家也忧虑，
都怀着一股忧虑。这个忧虑呢，我们说啊，这个就是菩萨一种同体大悲，一种慈悲喜舍的心呢。这是范仲淹一个儒家的圣贤给我们做的示范。那他除了做到己利利人，他也做到己达达人。那我们今天的课题放在己达达人，这个达的意思呢，就有通达发达的意思。达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嘛。所以一个人呢，他在这个人世间，除了说他立下他的这个基本处啊，立下他的一个根本原则之外呢，他还要能够通达。他不是只有单单的坐在那里啊，他必须往外拓展，要呢自利利他，要呢正己绝人。这个呢，才是一个圣贤人君子以上的修行应该有的怀抱。佛家讲自觉觉他，你要帮助众生觉悟，你要教化众生，让众生呢成就了解各种事情的真相，那他们呢就不会再继续造恶。不会再继续迷惑，那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教育这件事情啊，在中国自从汉武帝以来，一直到清朝，通通没有偏废，没有断绝过。每一个国王啊，每一个皇帝啊，都知道教学的重要性。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建国你要建立这个国家，你要军民，就是说你要主导这些人民啊，你要用教化。你没有教化的话，他们不懂。所以这个皇帝派这些大臣来教化，派这些读书人啊做官来教化百姓，所以称为父母官。父母官是要解决众生这些民众的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你看父母不就是这样吗？帮助子弟，帮助他的这个子女啊，解决任何生活上的困难，身心上的疑惑，这个是每一个父母义不容辞的。那一个父母官呢，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要做到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你现在呢，要更进一步了，不只是说呢，要让百姓有一个立足点，有一个轨道可以依循，你还要让他达到目标。那么达到目标，又不能够说你去为非作歹，去做违法的事情，那这样也不对。所以呢，你必须呢，时时的去导正他，这个叫己达达人。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范仲淹，他是用教育，我们说教化的这个言行，来教化百姓。他依据古圣贤的道理，来教化这个人心呐。我们说让他达到目标，就是佛家讲的这个慈啊，慈悲的慈，慈就是娱乐嘛，就是给他快乐。那他为什么会快乐呢？因为他达到他的目标了。那悲呢，是拔苦就是说他还深陷在泥沼里面，他不能够顶天立地，因为他没有立足点。那么己利利人呢，就是要给他一个立足点。立足点之后呢，还要帮助他呢，能够呢赶快达到目标，那就是要己达达人。所以己利利人跟己达达人是一体的，
是不能够分开来讲的。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现象，有很多人他不晓得，他做了这个事情呢是错误的，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甚至呢，他们这个家世世代代都以某一种这个事业做他们的这个发财的依据啊，生存的依据啊。哦，所以呢，这些呢，我们没有办法来一时给他们纠正。但是你说纠正，那他也会认为到底是谁错谁对呢？他也想纠正你啊。譬如说，我们说台湾最多的现象，就是抽地下水。那抽地下水，人啊，这些民众啊，为了自己的方便，超抽地下水。每一个人都在这么做，所以呢，这个地区呢，整个地层下陷。地层下陷之后呢，就会造成海水倒灌。那如果下雨造成水灾，这个地层下陷的地方啊，就特别容易灌水进来。那灌水进来就会产生这个地区生命财产重大的损失啊。那么损失之后的这些人民，他们呢，并不会想到说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错。我们看到的都是抱怨、批评、要求。那所以没有办法，政府必须呢来计划这些整个造地的方式，解决这些人民他们的一个百年大计啊。但是呢，又不能够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必须要有一整系列的一种运作跟规划。那么这样的一整系列的规划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他们。你要教育百姓啊，你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让他们知道，你抽地下水，你不知道下面的水一被抽空，整个地层就下陷。下陷不是你家下陷哦，是整个地区下陷哦，所以你害到整个村庄。你这个城镇啊，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范围。那么你要教他这些观念，那么甚至教他呢，你抽地下水来做养殖渔业。那么养殖渔业，在修道人来讲，这个就是杀生的工作。那你杀生的工作，他们累世累代都靠这个鱼来养活他们，那他们不杀，那他们要怎么过活呢？所以这个是政府没有办法做的，这个要靠谁来做呢？靠民间这些宗教团体，这些呢有修行的人来告诉他们。你看，你养鱼给人家吃，杀来给人家吃，那造成众生更多的杀业。那么你是从犯呢？那吃的人是主犯呢？你是从犯，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有罪。那你一天要卖掉几条鱼啊？哇，那可能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啊。那这些生命要向谁去讨命啊？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呢？一般人说我不相信因果。好，你不相信因果，当然可以。可是呢，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的报应了吗？你想想看，我不相信交通规则，我就可以不用受交通规则的约束吗？不可能啊！所以你不相信因果，
因果还是一样存在，你该得的报应还是会得到。那我们说报应，我们不要一直把它想坏的。你做好事也会有好报，这个是好的报应；做善事也有善的报应，这个都是好的报应。那么你杀生，你抽地下水，危害众生，危害人的生命，所以呢，你家就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嘛。那这样的道理谁清楚呢？没有人清楚啊。这个世间如果没有真正修心练性的人，没有真正的在道场落实圣贤之教的人，没有人会清楚，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件事情。现在的政府官员，我们说了父母官，他不会懂得这种事情。专家学者对于因果当然也不太可能相信了。那所以今天这种教育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修道人来出来推动，来出来弘扬，来出来以身做法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民要如何受教育呢？要如何开导他们呢？甚至说开示悟入这种佛的知见啊，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真正的做到自觉觉他，正己成人啊，这个才是达的真正的意义啊。所以自己通达了，也要让别人通达。那有没有可能说，我自己虽然还没有通达，可是呢，我尽量去帮别人通达？这个呢，理上是讲不通的。理上讲不通就是因为你对于这个道理，你根本还没有完全清楚。所谓理不出心性啊，事不出因果。你看所有的道理，都在心性的变化之中。我们曾经讲过，世间上的变化，没有比心性的变化还要来得快速，还要来个多样化。所以能够掌握心性的人，就能够定。所谓定静安律得。那你要达到得，其实就已经是达的意思了。那得的功夫，你看这中间静安律这些过程，你还是要亲身去经历啊。那众生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谅，当他自己做好，我好不容易发心，要做到这种改变，改变他目前的这个求生存的方式，改变他抽地下水的观念，杀这些鱼主的生命，这种观念，他好不容易要改变的。当他去改变的时候，然后呢，发现到说，他以前的习惯，他以前的动作，他以前的认知，通通都是在这种抽地下水、养殖渔业等等上面。你现在叫他去做什么？那他现在做了，好，做不起来。他3餐没着落了。这个家庭妻儿没有饭吃啊，生活没有依靠啊，那你有办法帮助他吗？那个蜕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那很痛苦，你必须要经过这一关，没有经过这一关呢，没有人可以跳脱出来。这个事情真的是下大决心的人才有办法，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是在这里下功夫。好了，他蜕变不过来，他没有办法生活了，他只好了又回去做养殖渔业，继续杀生继续抽地下水，他只能够这样啊，过一代算一代嘛，反正我这一代过了，
下一代的事情，下一代再说。你看都是这样子，因循苟且，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种观念。谁有立志说要改变现状？哦，谁有立志说呢？能够呢让自己立自己达，还要帮别人立别人达，这个事情啊，哦，没有圣贤人，他讲不清楚，他做不出来呀。今天我们的道师宗旨讲己达达人，那你自己必须达。你要真的做到了，你才有办法教人啊。你达就是说已经达到目标了，你已经通达了，你可以呢，这个无碍的，无碍，你看无碍就没障碍哦，没障碍，所以你能够通达。你没有障碍了，所以呢，你才可以教别人怎么样可以没有障碍。哦，所以教别人没有障碍，那你必须呢，一点一滴啊，你必须呢以身作则啊。哦，你要不断的在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不断的出现，不断的跟他讲，不断的跟他说，不断的做给他看。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些圣贤人，哦，我们这些佛菩萨，他不断的来到人世间，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教人家彻彻底底的放下。哦，彻彻底底的看破，这人世间一切的都只是一种幻象，都只是一种假象，都只是一种过程，那不是结果。我们希望呢能够拥有好的结果，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你现在不努力，你的结果就没有好结果，你就不能够通达，你就不能够做到己达达人啊。所以，我们看自古以来，仙佛倒装降世出现在人世间，那他的记载是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你看呢？我最近看那个耶稣的传记，那耶稣的出现啊，也是令人非常动容。然后他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人世间。哦，他的这个母亲啊，未婚生子，那他为什么会怀孕呢？不知道。哦，就是突然的，天上飞来一个种子，进入他的肚子里面去，然后他就生出来了，这奇迹显化。哦，奇迹显化，但我们儒家不讲这个奇迹显化，我们讲他的精神。你看耶稣的精神，他是一个这个农妇的儿子，那甚至呢，他出生之后啊，跟父母亲的关系呢也非常的浅。哦，长大他懂事之后，他就离开父母了，自己去传道去了。那道成肉身，他就是天子、人子啊，哦，天父之子，也就是说他是这个神圣的代表，神圣的这个化身啊。那神圣的化身，他必须要跟人是一样啊，你不能够变成一只狗的样子来讲经说法吧？哦，你也不可能变成树木的样子啊。所以呢，你要变成人的样子，那就是呢，道成肉身了。这个道呢，变化成肉身的样子，然后呢，讲经说法。所以你看，耶稣在讲道，他没有什么根据的，讲的话都是自信而流露。哦，这个人看他这个样子，他需要什么，他讲给他听。啊，唯一强调的就是信德，相信上帝。哦，相信天父，哦，相信呢
这个回天堂这条路，只要信，你就可以得救。所以是信德。那他呢又有一些奇迹显化的力量，所以呢很多人就相信他。那么听说在他那个时代，只要受过他指点的，那都可以回天了。那这是我们道场能够去跟老师遨游礼天的人回来讲的。当然，他的意思是讲一个名师啊，耶稣基督算是一代的名师哦，他是这个基督教的名师啊，的教主啊，哦，在教主的地位当中啊，他是跟释迦牟尼佛、孔老夫子这些都是同样的，即使他讲的境界没有像佛讲的境界这么高，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众生，那个时候的人民啊，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通达，哦，来让他们知道呢，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整个世间的现象都是虚而不实。他们要回去天堂，天堂才是我们的老家，天堂呢，才是真正的达到这个达。哦，那回天之路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方法。哦，人家打你右脸颊，你要把左脸颊也给他打。哦，人家用一颗石头丢你，你要继续让他丢，不要反击。人家骂你，你也不要反驳，让他骂。你要去爱世人，你要对世人帮助等等的，他的教法都是劝人为善。他没有像佛经那样讲很高深的心性的道理。但是呢，你只要相信去做了，那么你就可以得救。这些都是在儒家讲一切圣贤人的表率。那么儒家的这些圣贤人呢，他也是用道成肉身的方式，然后变成人的样子，跟人呢一起努力，哦，一起成长，一起奋斗，甚至呢比一般的人呢还要贫苦。那么他们一生呢做这样的示范，就是为了教导众生。我们有一个可以归止的地方，可以归止的地方是什么？啊，这个圣贤人要说清楚，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打。啊，我们讲止于至善。刚才基督讲天堂，佛家讲这个回归法性。哦，一真法界，这些呢，其实啊，虽然都有它的说法上的不同，但是呢，这个动作都是同一个，就是离开这个虚妄的，回到真实。啊，只有这个动作的是一样的。那不管它指的是什么路，用的是什么方法，无非就是要教人己利利人，己达达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德育名师一指啊，又逢到大开普渡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发愿呢，去度世度人，代天宣化，哦，广救这些原胎佛子，那么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上圣大法。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动作的前提是你已经可以自度了，你已经可以自救了，哦，你已经自觉自悟了，自清自净了，
你要自己很清净、很明白，你要自己很圆融，你要达到这个境界，你才有资格说你要去帮助人家正己成人，自觉觉他。我们这里讲己利利人，己达人，你要有这个境界，所以你要下功夫，你要呢这个26时中不离这个。那这个道理呢，我们都清楚，在道场的道亲，对于这些道理可以说是听到不厌其烦了。那不厌其烦是很好啊，但是如果听到会生烦呢，那表示呢功夫还不到家。对于这个真实的道理听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听只是一种引导，你必须呢真正的下功夫去做，真实的将这些真理大道把它实践在你的言行日常生活之中，你才能够这个自立，你才能够自达嘛。那你要这个利人，又要达人，那你必须呢再把你的这个力量发露出来。其实那个是顺势的，只要你己利了，你一定会想到要去利人；你己达了，你一定呢会想到去达人。这个是圣贤人、佛菩萨他们的心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回归刚才讲的人民的教化，如果说这些养殖渔业或者是说这些做餐厅的等等有违背因果的、有杀生害命的这些人我们都必须透过教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只有透过教化的方式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觉悟你说名师传道给他，但是呢，他也不晓得道的宝贵，他也不会修，那你求这个道完全是没有意义，他也没有办法回天。那么所以呢，你看佛陀讲经说法49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也有14年的功夫那孔老夫子讲经说法，从35岁一直到他这个69岁，其实是到他73岁了。那也是这个30-40年的功夫这些圣人所做的都是古佛，都是古圣在做的事情。所以孔老夫子讲我述而不作。孔老夫子说我讲的道理不是我讲的，你不要说是我讲的，因为我没有创造，我没有创一些新名词，我没有搞一些新的这个活动，我都是遵照古圣所做的这些事情来做，所以这个叫述而不作。他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事实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根本没有讲话，那天没有讲话，需要靠人来讲，靠谁来讲？靠圣贤人来讲。那么贤人还没有达到圆满，所以呢，圣人他的一个作用那就更加的备受需要。所以孔子示现把天地的这种关爱讲给人知道，教化民众，教化百姓。看到这个农夫跟他讲做农夫的道理，工人的道理，
商人的道理，哦，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道理，讲这个给他听，让这些人呢从这种圣人的教法之中得到启悟，得到开发，哦，得到了通达，这样呢，他们才能够这个痛定思痛啊，他们才能够从他们的这种因循苟且的习性之中啊，去改变他们的习惯，啊，去把这些妄想，把这些分别、执着、各种的烦恼，把它拨云除雾啊，把这种遮盖啊，要把它拨出来，哦，见到真正的光明。这个是圣人告诉我们的。那如果没有随时随地在他旁边讲，这哪有办法？你看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你说时时处在这种法乐之中，哦，时时处在这种定境之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那何况又一般人呢？所以你要不断的去讲。那我们现在其实讲啊，可以透过高科技的这些产品来讲，当然还是需要人讲，也就是说人去跟人对讲，这个是还是有需要的。但是呢，人跟人对讲，你毕竟有时空上的限制，所以你要利用高科技的。你看现在众生最喜欢接近的是什么？最常常接近的是什么？就手机啊，电脑啊。哦，现在这个电脑轻巧、方便，走到哪里可以上网到哪里。那还有这个电视啊，哦，电视不断的24小时，在你家出现各式各样的节目。想一想，如果这些都变成圣人的教化呢？那这样的影响力是不是就可以无远弗届？哦，所谓的尽虚空遍法界，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个样的一个效果？你看我电视打开了，我听到了就是讲经说法，我需要讲经说法，我需要呢这些圣人的指导。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看到圣人，我透过电视，哦，透过电脑网络，透过手机，这个为什么不行呢？当然可以啊。科技之害，虽然让人类产生这种很严重的现象，所谓得不偿失啊，我们得的比失的还要少。哦，真正得了，那个表面看是得，可是呢，却是伤害我们的自信最大。你看电视24小时所播放的这些，哦，这个恩怨情仇，哦，暴力色情，哦，这个八卦花边，或者是阿谀，或者是说揶揄、调侃这些知名的人物，电视都是在报这个啊。那电视新闻所报的呢，都是负面的。今天哪里杀了人？哦，今天又有哪里有人跳楼了，有人自杀了，有人发生车祸了，都是在报这个。真正的己利利人、己达他人的事情，一样也没有报。所以我们这真的是很担心呐、那些
电视从事人员呢，自以为高尚，可是呢，他们一言一行都在改变社会。哦，媒体的力量啊，那个影响社会层面之大，是没有办法忽视的。哦，但是这些从业人员呢，并不晓得这一层关系。哦，这种利害关系啊，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出来讲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受教化，受圣贤人的教化。这些媒体人如果能够得到圣贤的一些讯息，把圣贤的一些道理做在里面，哦，那还有一点启发作用。那如果没有，那影响社会之深、之广、之大，那都没有办法想象。那我以前在做编剧的时候，在写布袋戏的剧本。那么布袋戏呢，都是古代的人物，哦，有一些神仙的人物、三教的人物。所以会把一些三教人物的对话，把它写到剧本里面。那要适合这个人的身份，适合那一段的这个气氛啊，我一时都想不出来。所以呢，只好去看训文，哦，抄先佛的训文，来成为布袋戏人物的一个对白。那这种事情好不好呢？这个事情啊，原则上跳贼了这个仙佛的智慧，但是仙佛的智慧就是要让人家知道的，哦，透过这个传播媒体，哦，娱乐的这样的一个视讯，然后来教化众生，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法，只是说影响的有限。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媒体啊，这个24小时都在讲经说法，都在演说这种政治正见，都在传播这种圣贤人的讯息啊，那么这样的影响啊，也是无远弗届，也是不可思议啊。现在的台湾电视台啊，我们所谓的宗教性的电视台，哦，能够专做这种讲经说法、宣扬这个政知正见，那这样的媒体呢，这样的电视台呢，我看起来是只有华藏卫视华藏卫星电视台，因为呢，它只播一家之言，哦，净空老和尚的话。然后呢，片段跟片段之间呢，会插入一点这个念佛的声音啊，佛教的音乐啊，这个不错。那么，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们今天不知道教化小孩子，每天晚上回到家就是看电视，看电视就是暴力色情，就是恩怨情仇。我们这样呢，影响小孩子。不晓得多深远了。那现在呢，可以选择性的电视台啊，看来只有华藏卫星电视台了。我们现在呢，只有看这种卫星电视台，看净空老和尚的教诲，哦，把这种方式啊，不断的强输灌入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所以我要求跟我太太商量，只要有小孩子在的地方，我们就不要看其他的节目，就要看净空老法师的啊，因为没有儒家的，没有儒家的电视台，没有道场的电视台。你看，如果道场有心人士啊，能够发心来做这样一个电视台，来宣扬师尊师母的教法，宣扬一贯大道的话，那这个影响人心之大，那也是不可思议啊！
我们现在道场，我们看到的是盖大庙了很多，真正的在这方面用心的不多见。除了去向人家买时段来播出之外好像也没有一个专属的电视台。那么我跟我太太这样讲之后，这个小孩子每天晚上就被这种阿弥陀佛的那种收摄，久而久之他也知道阿弥陀佛，他也会念阿弥陀佛。那他听课听不懂他才4、5岁，怎么听课听得懂呢？所以呢，他在听课的时候就继续玩。但是呢，你还不能够转换其他的频道你一转换呢，他就让你叫了，叫什么？我要看阿弥陀佛，我要看阿弥陀佛，你转错了。我就接着说，这还有作用那还不错至少他可以念阿弥陀佛。那好了，现在呢上课的时间呢，老法师在讲课了，他不听了，又在旁边玩。我们想去看一点其他的节目，你看我们的习性都还没有办法改。这样看一点其他的节目，小孩子不准你就是要你看阿弥陀佛，你不看阿弥陀佛，他就让你叫你乱。那小孩子，我们本来说要教小孩子，结果呢，小孩子反过来教我们，这真的是父子得利所以呢，我也只好安心的来看老法师的电视台，听老法师的经教，在老法师耳濡目染之下，了解人生的道理，了解这种经文的意义甚至呢，也了解到整个这个佛经，它的这个旨意，它的表达大概有一点清楚了。那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受用，那就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呢，就要长时熏修这句话呢，让我非常受用。我知道说修道是必须要这样子博学多闻那个是让学者专家去做，我们不要博学多闻，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我们的根性没有像天人这样的根性没有佛菩萨圣贤人这样的根性我们必须呢，在一个领域里面呢，不断的下功夫，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参悟，然后你才可以了解了解这个经中的这种奥义，它的旨趣是什么，你就会通了。一经一切经一部所有的部通了不管是你是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经典，只要你有一本经典你通了，那么所有的经典你都看得懂了。从他的一个教化之中让我了解到，那我也必须来一门深入。那所以后学呢，愿意在关圣帝君的经典好好的下功夫。那事实上呢，这个在还没有听到老法师的教化之前，我就在道场讲《桃园名圣经》也讲了很多年。那么对于这个关帝的教法推崇备至对于关帝的感应也是呢
铭谢在心我要感恩报恩，就是呢要将这个圣人的教法，把它推广于世间，让这些圣人的教法有更多人能够知道清楚明白，能够做出来。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在讲道之宗旨，道之宗旨完全是儒家的现在应运关圣帝君也是儒家的，虽然道家、佛家也把他们列入他们的神，但是呢，关圣帝君的主旨，他的宗旨都不离开儒家，他讲的教法也是以儒家为主。那所以你看，这样一门深入之后，连小孩子都得到感应了，连大人呢都受到好处，得到利益了。现在呢变成我们想看其他节目，小孩子想看阿弥陀佛，晚上的时候他常常会跟我们讲：“爸爸，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睡觉，你要不要去？”我这个一听去阿弥陀佛那里睡觉，好啊，那就一起去吧。一起去怎么去？那我觉得他可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呢，这无非是一种仙佛的视线，仙佛的视线教我们要一门深入，你要在你这个修道的领域里面，要真正做到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不管是说你是修什么的，我们今天既然得到明师一指点，那么我们修上乘大法，就是呢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从心上下功夫，这才是最上乘的修法。如果说我们今天遇到名师在传法，遇到大道在普渡，结果呢，我们失之交臂，或者是说我们不愿意用功夫，没有像地藏王菩萨这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呀？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不度尽天下的众生我不成佛。不度尽地狱三恶道的众生，我不成佛。你看这些菩萨都有不成佛的这种大愿。老前人他也讲，我的愿呢是无始无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可见老前人也是一个再来人，他也是道成肉身，来度化我们这些众生的。所以老前人他一生呢，只用白水老人做他的名字，连做神了、回天了，他也用白水老人。但是呢，被这些后学一直逼一直问逼到没办法，只好报一个圣号“白水圣地”这样的一个圣号。我觉得那是不得已报出来的。那白水圣地好那就有一个圣号可以叫了，也安定道场，安定人心了。那对老前人来讲，没有任何影响。你叫你的，我做我的，我的愿还是无始无终，我还是要度化众生，我还是要去开荒参道，打帮助道。所以我们是老前人的后学，我们也要帮着老前人。帮着师尊师母打帮助道，开荒忏道，我们也要做小济公，到处去弘法。所以后学选择用讲经说法的方式来弘法。虽然我很希望自己以前希望自己做一个医生，做一个中医，能够呢帮助大家，但是没有缘。只好呢，
一只好放弃了，依这个远而走。那我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愿望，啊，希望呢，先佛加持，哦，我们师尊师母加持。那这个愿望如果能够实践了，那么到时候再跟大家讲。那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走向老前人的修办之路，哦，我们师尊师母的修办之路，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来帮助众生呢这个断恶修善，最后帮助众生呢转凡成圣，大家都能够回归理天，大家都能够跟着弥勒佛，我们的弥勒祖师啊，来到这个龙华三会，哦，倒庄降世，再来度化众生，再来普收这个96亿元胎佛子，这真是后学的希望。那后学用这个光碟来向大家弘法，哦，来向大家呢宣扬真理真道。这个是用高科技的这种方法来弘法。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弘法的光碟，也能够做到一点开荒忏道，哦，达到一点搭帮助道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师尊师母慈悲，老贤人，哦，诸天仙佛、关圣帝君，能够呢庇佑，让我们这个春秋学会啊，有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这个能量，哦，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奋斗啊，来达到这种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呢，明天就要出发到泰国，所以今天讲完课就要准备一切了。哦，要北上住宿，跟苗栗的道心一起在。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跟上一次的课程已经中断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期间呢，我们到了泰国的清迈，还有中国村，哦，罗勇这些地方呢，来弘法。成全道亲啊。那泰国的道亲呢，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本身就有这种佛的思想。那他们那边的男生呢，都要去做短期的和尚，所以基本上对于小乘的这种佛法修为啊，都有很一定的认知啊。那这样呢，我们来讲大乘的佛法。讲这个大道啊，我们就比较好入手。那所以在那边呢，为什么大道可以办得这么样的宏展？那泰国当地的政府也非常的肯定一贯道的道亲。我相信这也是跟他们累劫的善根福德有很大的关系。那他们的程度也算很高，所以呢，透过翻译啊，要来讲这种心性的道理啊，后学也是不容易讲。出了这个世面啊，才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大，以及呢个人的渺小。那当时呢，后学就想到一句话，孔老夫子他曾经说：“无常昼日不食。”啊，无常昼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那孔老夫子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是大概的翻译是说呢，他曾经呢整天呢不吃饭，整夜呢不睡觉，用来做思考，用来思想。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用来这个禅坐。他说无益，无益就是没有益处。
没有什么艺术，只是坐在那里思考，坐在那里思想，对他的这个生命的进入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他说呢，不如学也，不如呢好好的去学习一件东西。那孔老夫子的学，他就有在这个生命中觉悟的意识。那么我们看到孔老夫子，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透过道德的实践，来阐发出对于心性的光与热。那么他对于生命的那一份认知都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所以他这里说的，不如学也，不如好好的来学习，从学习中来反思人生的道理，来觉悟生命的这种真义。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时期，我们称为末法时期。那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呢，你要教他用这种禅定的方式，或者是说透过这个打坐，透过密教，透过这种神通，这样的方式呢来修行呢，以达到正悟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的人心很散乱，那么诱惑也很多，天地之间的灾劫更多。那么在这么样的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人想要在这个红尘俗世保有那一份清净、平等、真诚的心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所以想到孔老夫子这句话，不如呢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你看后学在这个台湾的讲课，还自以为呢自己很有心得，不管讲什么课，其实都可以不用准备，上台呢自然会讲。但是呢到了泰国，才知道自己的肤浅。因为泰国要讲课必须透过翻画，那透过翻画的这段过程这个思绪就被打乱了，一时就没办法习惯。而且呢，面对了不同样的民族，这个智慧就没有办法开启。所以呢，在泰国的这个弘法课程那是可以说没有智慧的，只能够用自己的知识跟见解来讲述课程，没有所谓的仙佛合灵，跟天地为一体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后学个人觉得自己呢还没有见识太深，没有领悟太过深入，下功夫还不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那还有这是关圣帝君加持讲到陶冶明圣经毕竟累积了几年的这种经验讲起来会比较顺一点。那么至于心法的课程后学觉得自己远远不如。这个是在这个修学路上在心性的功夫探讨上一直呢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孔老夫子叫我们说，不如学也，你不如好好的来学习你透过经典，你透过听经，或者是说透过呢这种文字般若的学习透过这种法会研究班课程的学习你也许还比这种禅坐反省密宗的这种修炼还要有用一点。那这个是因为呼应了现在众生的根器来说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儒家应运？那儒家应运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儒家在讲的道理完全都跟人脱离不了关系。没有人呢，那这个世间呢是
一切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看道之宗旨，他在讲人跟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呢的重点都放在人身上。那人从这个天地之中抽离那这个天地也没有意义了。那所以呢，为什么在仙佛灵谈的时候，老师常教我们，我们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把自己的本分尽好？你夫妻有没有尽好夫妻之道？这个父子有没有做好父子之道？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做好君臣的关系？这些呢，都是现代人必须重新来学习的课题。有人认为说这是老掉牙的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再学这个呢？大家都想听深奥的道理，深奥的佛法，但是呢，对于实际的这种人情的义理却呢没有什么着力处你跟人讲话有信用吗？你对待事情这个有真诚吗？你对待你的这些老板朋友，你有讲忠心吗？等等的，你看这些基础的道理，是儒家的基本诉求。那么其实也是现代人最主要的这种做人的标准。那如果说连这些做人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了，光是要讲这种深奥的这种大道、深奥的佛法，或者是说性理关系这是有一点这个不着边际所以呼应着今天的课题，己达达人，我们要清楚了解，你想要让别人离苦得乐，这个你想要让别人通达，你必须呢先让自己通达，也就是说，悟后起修这句话，在佛教里面，他讲了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的，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你看儒家讲正己成人，只有呢自己先端正了，才可以成就别人；只有自己脱离痛苦了，你才可以帮别人脱离痛苦；只有自己觉悟了，你才可以帮别人觉悟。所以我们讲到己达达人自己都不达了，那如何让别人通达呢？那所以经由这样的一个训示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达到这种通达的标准。那通达最终的目的一定是止于至善。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孔老夫子所说无益不如学也，不要只光靠想要去追求那种好高骛远的心性的道理，你实际上的这种做人的道理你要先去学，从这个生活之中呢去了解、去体悟，然后去验证，然后这之中呢你才能够觉醒。当自己觉醒了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在你的生活上、你的生命上做任何的改变。那当自己的脾气毛病被发觉了，你有勇气去改正它，那这个就是你产生的智慧。你还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帮助别人，那你就是有这样的人心。所以呢，你就智人勇三达德通通具备。三达德的具备，那表示呢，你已经达到这种己达达人的最低诉求那所以说，己达达人就很像佛家所谓的这种慈悲的说法。我们说慈就是娱乐嘛，悲就是拔苦。
那么这个慈啊，慈就是有一点我们现在说了己达这个达的意思，就是给别人快乐，哦，给别人呢达到这种乐受的境界。那乐受的境界，当然佛家所追求的是净土、极乐净土，哦，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最终的乐受。那么在儒家来讲，就是呢，你要去帮助别人，去通达，让他了解到这个世间呢，其实处处都是天堂，啊，处处呢都有乐土。那这是儒家的做法。所以己达达人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确认自己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这个达的定义呢，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做到了标准，那就是呢，你是不是有这种真诚心？你是不是有这个平等心？你是不是有这种觉悟的心呢？你对于世间的这种人情义理的看法，你是不是能够处在一种很平等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平等做佛啊，平等做佛啊，才可以说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没有平等心，那么你没有办法看到佛性，你也没有办法止于至善。你看什么是平等？在我的身体里面，在我的身体上面，耳朵跟眼睛，鼻子跟嘴巴，这都是平等的。那谁最好用呢？谁是第一呢？没有第一的，通通都是第一啊。没有谁最好啊，大家都最好。那么在这个身体之中啊，大家都表现出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那就是第一啊。那么在我们的人世间也是一样啊。谁是第一呢？那你会说总统是第一啊？这个皇帝是第一啊？那其实未必然。他们在表面上的这个名闻利养上看起来好像是第一，但是呢，在他们的这个精神领域上啊，他们却是无比的痛苦。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呢，历史证明也事实如此。那所以呢，在这个人世间，皇帝第一，那乞丐也是第一啊。我们这些士农工商个个都第一啊。乞丐有他的定位里面，他可以活得很安然自在的一个生活。那他在现实的环境之中啊，他就是处于一个第一，一种最好的一种角色。士农工商也都需要有他的角色，所以呢，个个都是第一，没有人第二。那么你看这个人、动物跟植物，乃至这些山河大地，哪一个是第一呢？没有第一啊，个个都是第一啊。你看牛第一，羊第一，你怎么可以说人类第一呢？人类处处于第一的状态啊，那么他们会反扑，那他们造成的力量啊，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杀伤力啊。所以你看最近，吃牛肉的人多了，那吃牛肉的人多了，就引发一种叫狂牛症的病症。那所以现在呢，大家的人心惶惶，不太敢吃牛肉了。那不信的人还是照样吃啊。那这个牛肉一吃多了，它发生突变，它里面有病菌，会让人产生很不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病态出现。现在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疗。那这些天灾地变的形成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平等的，一看一切法是平等的。看心呢清净的，看一切世间是清净的。那所以你要去哪里看净土呢？就在此时此地。
不需要到彼岸，你在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净土，因为你的心清净的，你看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是清净的，你的心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高下，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的。后来你还会发觉到说，原来每一个物种，每一个众生都是我自己。你看佛家想依报随着正报在转，那么我自己呢？我不是这个肉体，我是这个自性。我呢跟这些山河大地是一体的。那这些呢，这些山河大地呢，它是映现我的境界而产生的，所以我会看到他们，我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结束，通通都是我的心的变现。所以宇宙从哪里来？宇宙是自己的心产生的。山河大地哪里来？山河大地就是自己的心的变现。天灾地变从哪里来？天灾地变也是自己的心的变现，从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妄想、烦恼所产生的。如果说依报随着正报转的话，那么依报的好坏，就是因为我正报的好坏所产生的。佛家讲心现事变，心能够显那个相，可是呢，事呢能够变化那个相。那么心里面还有个性，性是如如不动，性跟心是一体的。那么当性呢，它是清净的，它是无染的，那它显在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相啊，就是清净无染的。可是呢，心上面还加一个事，事会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一念不绝。那这个不绝的现象啊，就产生了无明妄想，所谓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跟无明烦恼。产生这些烦恼呢，就让整个这个山河大地啊产生了变化，产生了六道轮回，产生了十法界。那所以呢，要脱离十法界，真正能够跳出六道轮回，要做到己达达人，你必须呢把你的心把它清净。那性既然是清净的，性就不用清净了。但是心呢会受到事的变化，所以呢，你要这种舍事用根呢，根是心，把你的意识，把你的这种所谓的烦恼，通通把它去除掉。放下，看破，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这个世间什么是你的？你想想看，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什么是你的吗？你留了钱财给子孙，结果呢，造成子孙的分裂，子孙的这种不孝。那么你留了名声，也造成子孙后代的这种盛名之类的。那么你说身体是我的，身体如果你可以控制，那当然是可以是你的。问题是身体你也不能控制。你可以天天保持他在18岁的状态吗？年轻力盛，然后呢有朝气又美丽，你可以天天保持吗？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子。除非是化身的仙佛菩萨。那么只要是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肉体。那么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了，我们哪有办法去控制别人呢？那所以呢，你要放下，你要去控制别人，去管理别人，你要掌控一切的思想，没有一样是你的。放下这样的一个念头啊，你才能够渐渐的让自己的心达到那个平等的阶段。端正自己的心啊，
端正自己的心，你所显现出来的相啊，那才会是正的，清净的，无染的。那所以一切看破，一切放下，就能够通达无碍。所以不能通达，就是因为有阻碍。有阻碍，谁造成的呢？阻碍从来没有在外面。阻碍的原因，从来都是要从里面去找起。别人没有阻碍你，只是你自己阻碍自己。别人给你障碍，给你打击，给你折磨，其实呢，那个都是因缘的聚合。那个因缘，这种因果的现象呢，也是一种短暂的假象。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呢，把这种因果了断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因果。所以，你看佛菩萨成佛了，他还是有因果，但是呢，他所受的因果呢，跟我们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有3个月吃马麦，没有东西吃了，只有吃马的粮食。那么他已经成佛了，怎么还会有这种报应呢？这个就是过去生中，他曾经呢，他曾经布施，做布施的时候没有布施给修行人，他只顾自己，那所以呢，造成了他自己3个月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佛也会受因果。那么因果不空的道理啊，其实那是一种相续的相，造成我们认为因果一直都存在。其实因果也是空的，因果一直都存在，是因为呢，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清净平等的觉性，还没有达这种己达他人的达。我们没有止于至善，那没有止于至善，所以呢，你所看到的境界就是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是非对错这样的一个这种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之中啊。那道之宗旨要我们打破这种相对立的观念，你必须呢让自己通达，让别人通达，那么你才可以呢真正的通达。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你才能够成就自己。你看无缘大慈，缘就是一种条件，无缘就是没有条件。那么没有条件的对于众生起大悲心，起慈爱心。那么为什么没有条件呢？没有条件的原因是因为我用右手帮助左手，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这是没有条件的。为什么不用感谢呢？我都是一体的，要感谢什么？我左手在痒了，右手抓一抓，不需要感谢啊。我们都是一体的嘛。我的眼睛需要看，我用眼睛来看，我不需要感谢眼睛。我需要吃东西，我不需要感谢这个嘴巴。我们都是一体的，这个都是一体的，不需要感谢。那么想想，我们跟众生何尝不是一体的呢？如果说我们是老母的儿女，那么老母是本灵，我们是分灵。那么我们是老母的分灵，你也是老母的分灵，他也是老母的分灵。大家合起来不就是那个老母吗？不就是那个本体吗？那所以呢，我们这还在分什么？没有分啊，这都同时是那个本体。这是见性的话，可是呢，不一定可以做得到。只有见性的人才可以讲出这种见性的话。但我没有见性，所以我讲的话呢，也没有通达。
我只是学着这个浅显的话来讲。那么你们如果做到了，你们今天做到，明天就通达，好，当下做到，当下通达。那么我不做，我还是照样六道轮回。那所以呢，我就想到，在这个《绝世真经》里面，当时后学注解《绝世真经》，那关圣帝君的感应呢，可以说呢非常的显应。那我曾经呢在这里面注解说啊，有病痛的人啊，念《绝世真经》7遍，在佛桌前供一杯这种供水，念完之后呢，将这杯供水呢很恭敬的服下，只要诚心啊，功夫到了，自然就会感应。那结果真的有人这样做，那他的病真的好了，他回头来感谢我。可是我自己呢，我也没有做到，所以做到的人他成就了，没有做到的人继续沦落，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今天在道之宗旨里面，我们跟仙佛一样，我们向仙佛所说的话来学习。那么你真的学习到了，那么你成就了，那你不只是在知见上的见解，你只是在文字般若的了解，你没有去关照，你没有去实证，那么你的智慧呢，就永远停留在那里。那这是退步的现象。所以呢，当下就要把它扭转过来。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理不出心性，事不出因果。你看这个理事因果的关系啊，都是在这心性的变化之中。道理不出心性，你看世间所有的一切道理，都是心性的变化。那个性跟心的关系啊，就有一点像我们说镜子。你看镜子那个镜子啊，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有一个相出来了，有这个相出来之后呢，这个相呢所呈现的也是最真实的原貌。相就是心的呈现，那么心相对于清净心的呈现呢，也是最真实的。那所以我们说，你看孝悌忠信，我们说礼义廉耻，我们说这些德目，通通都是自信的流露，是呢这个止于至善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本体的一种做法。人世间的很自然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当加入人的意识之后，加入人的这种无明妄想烦恼之后呢，那么这些德目里面呢会产生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是在镜子里面所呈现的相啊，已经不是这个本来的相了，而它是一种经过加工过了，经过这种演示过的这样一个相。那么经过加工演示，这个就是事。所以性、心、事这样的一个变化，从这个镜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真心流露出来的，无不是作中作效，无不是呢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人世间要达到一种和平的世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就是要回归到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就是那个本性的状态。本性的状态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在人类的这个秩序啊，你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做到淋漓尽致，那么你就可以回天交趾，你就可以见到本来的本性。其实儒家就是这样子。那么有的人认为说，
没有佛家空性的道理，那么你专做儒家的这种人伦纲常啊，那是没有办法超生了死的。那这句话呢，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啊，那是不一定正确。如果说儒家收远的话，儒家应运的话，那么儒家教我们的话，他没有离开过人世间。那么我们心内在的这个精神，去追求至善圆满，跟佛家所讲的这种心性空寂的状态啊，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儒家还强调，你必须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这个落实啊，就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宗派还要更积极。你必须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做出来，那么你才能够说你真正的流露出你的自信，你真的能够有这个至善的这种表现出来。所以刚才讲无言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在人情义理里面做到的。不是说你显现神通，你显现一种特异功能来帮助众生啊。这完全是错误的。这大家啊要相当的清楚。当我了解到我跟众生是平等无二的，他只是现那个相比如说他是一条狗，一条狗的相，那我是人的相，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人会认为人比狗高贵，其实呢，人怎么觉悟到他那个性是一样的？我们人有佛性，那这个山河大地啊有法性，有情的众生呢也是有佛性，所以呢，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都是老母的这种分灵。所以山河大地跟我是同一个灵啊，我合起来不就是这些山河大地吗？那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你会真正的感觉到谦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因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那所以呢，当我能够成就了，我已经通达了。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的，那么所有的世间的众生跟我一起通达了。所以重点在谁？重点在自己。自己没有通达了，什么都不用说；自己通达了，所有的一切众生就跟着你通达了。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这支笔会成佛吗？如果按照刚才佛家所说，依报随的正报转，那么正报是我成佛了，这个依报当然就成佛了。所以笔会不会成佛？笔当然会成佛，但是重点是你看到的是笔吗？你看到的是笔，它不会成佛；你看到的是法性，它会成佛。所以当你呢证悟到你的佛性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众生，一切都是法性的变现，那个相就是性，所以叫做性相不二。你看到了这个相，没有错，它是有各种不同的相，有六道轮回的相，但是呢，那个性是一啊，性是一，所以呢，你跟它是无二无别。你成佛了，它就跟你一样成佛；你通达了，它就跟你一样通达。所以呢，整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自己啊，没有别人啊！你要想想，没有别人啊！你还以为你在度化众生，你还以为你在成全别人，没有，你都是在成全自己。你都是在度化自己，你自己都没有成就了，你不可能去成就别人的。自己都迷迷糊糊了，你还想去度化别人，那是摸不着根啊！我们说瞎修行，睁眼说瞎话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很清楚，所以呢，当我们修行，要了解到
自己内在的那一份本心本性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世间是多么慈悲啊！哦，天地是多么的这个仁慈，他为了成就我一个人，他创造这么一个天地，创造这整个山河大地，创造这一切众生来成就我。所以天地够不够慈悲？哦，那么你自己还要不要精进？想想，你还要再迷雾吗？还要再考虑到轮回吗？哦，还不知道回到老家吗？这个就是己达达人。所以达是通的境界，通就是没有障碍。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障碍，会产生隔阂，不理解的，那就是因为没有通，没有常常去沟通。其实呢，当对方的这个不好的言语示现的时候，对方的一个相示现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是你的心的兑现，你的心兑现出这样的相出来，所以呢，你怪的是自己，不是怪别人。哦，一切反求诸己啊，不是看别人怎么都这样对我，哦，别人都怎么样，别人怎么样都是自己造成的，这个道理要很清楚。所以这个己啊，己达达人这个己啊，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才是真正的那个目标。那么人我不二，自己通达了，别人通达了，自己成就，别人成就了，这样才叫做正己成人啊。哦，所以说，如果还有我最大，我是第一，哦，别人第二，那么这个还是凡夫，这个还在六道轮回。你还有一品的烦恼还没有破，那么你还不能够见到本来的面目。那所以，当你大慈大悲去帮助众生，去解救众生的时候，你不需要众生感谢你，哦，不需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呢，你还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那你是凡夫啊！你要感什么恩呢？右手跟左手抓一抓，这样要感什么恩呢？都是一体的嘛。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你去帮助别人，你去度化别人，都是只是在度化你自己。哦，你不需要别人感恩，这个才是真正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那么在泰国他们那边，那主要就是念经，哦，主要就是研究这些经典。所以呢，他们还停留在这种小乘的佛教的思维，对于这种人法两空啊、心性不二的道理啊，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深奥。那所以在佛教以前啊，到现在所谓的二乘圣人啊、阿罗汉、辟支佛，哦，这些圣人啊，他们虽然说已经跳出六道轮回的境界了，但是呢，他们毕竟呢，只是知道我空，我这个是空的，但是不晓得法空。我空是什么道理呢？我知道我不可得，哦，我只是一种这种虚幻的假合啊，短暂的现象，所以我是空的。但是他不晓得法空，法空就是说一切众生。一切的这些事件的现象也是空的，也是不可执的。我跟法是一体的，人我是一啊。所谓生佛一如啊，众生跟佛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常讲，佛是已经开悟的众生了，众生是还没有成就的佛。那么那个性是一啊，相虽然有二，性是一啊。所以为什么说理不出心性？这个道理呢，不出心性的变化。心性的变化如果了解了，
所有的这个世间的理啊，我们就清楚了解了。那事不出因果，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些因缘果报的现象，这些事情啊，都是因果关系。因果呢，产生一个各种连续的这种相续相啊，让人家觉得说因果不断的在演变，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那连续不断的在翻滚，就形成的六道轮回。那所以要跳出六道轮回，你要了解到说，原来六道轮回也是假的。那跳出六道轮回的人，在这个四圣法界，那他们呢，比较清楚自己是在做梦，可是呢，还是在做梦。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六道轮回的人呢，的众生呢，不晓得自己在做梦。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不断的在做梦，梦中之梦。四圣法界知道自己在做梦，可是呢，他还没有办法叫自己不要做梦，真正回归到一真法界了，回归到那种良知本性的原始状态啊，那个呢才是跳出了所有的束缚啊！梦里明明有六句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大千世界在哪里？什么都是一场空，什么都没有。良知本性的状态就是一种虚灵不昧的道体。那这个道理呢？这个道体啊，在人来讲啊，很难去了解。所以呢，悔悟方知啊，只有证悟道的人才能够了解到那种境界。那么我们循着这个古圣先贤的话来讲这些道理啊，无非呢也是希望呢，透过这些话呢，来自利利人，来己达达人啊，其实也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在整个宇宙这个时空之中啊，我们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呢，因为有因缘的聚合，所以呢，产生了一些事项上的变化。那么如果说不了解的人，他会陷入在更深的情执里面。更深的情执，其实就是讲六道轮回。我们在想说天界已经很高了，可是呢，天界还在六道轮回。那么人界呢，虽然是三三道，可是你看人的这种执念啊，他那种固执啊，已经是很深了。那如果说呢，再掉落到三恶道，那种烦恼啊，更是挥之不去啊。你要累劫累世啊，你要到哪一辈子啊，才有办法闻到佛法，才有办法彻悟到这种真理啊！今天如果说没有名师传道给我们，没有大道在普传，这些真理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即使是说有这些圣人的经典记载在这个经训上，记载在这些经典上，可是呢，如果没有人去讲清楚、说明白，我们还是不懂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呢，看过就随着而过了，我们不能够去体悟到他那一份道体的这种圆满。所以道理的理啊，就要越讲越明。理要慢慢去讲，要讲的气理气机。所谓气理，就是合乎这种圣人的旨意、佛的旨意；气机呢，就是符合众生的根性。那么从这两个管道呢，来同时下手，那这样呢，才能够所谓的即利利人、即达达人。那么有的人道理讲得很好，可是呢，人家不喜欢听，
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讲的不符合众生的根性了。譬如说，他讲的太高，曲高和寡，人家听不懂。听不懂，那他就不想听了。那么现在众生的根性啊，你讲太高，人家也不想听；讲太久，人家也不想听。你要契机，契机就是说，呼应这个众生的需要，你讲到一个他们达到满意的标准，这样呢就可以产生效果。现在众生没有耐性，所以你不能讲太久，讲太久了，他们听不下去了。结果呢，你把精彩的都放在后面，后面没有讲到，那他们没有听到，所以后学就想到说，以前在讲名圣经，一讲都是要讲2年。那2年呢，虽然名圣经可以讲完，可是呢，众生没有耐性可以听。到了下半段呢，几乎是应付的来听了，已经没有办法切入那个契机了。所以后学现在讲名圣经，如果有人还要祈请来讲名圣经，那就不需要讲那么久。那除非呢，这个我们摄影棚要录制会详细的讲。了解到众生的根性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众生解决问题。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呢，也是试着要来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困难。所以呢，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是可以用各种管道来做。那所以，一个菩萨的修学他是要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要知道呢，人法两空的道理。从这个人法两空之中去观测到自己所做的。观测到自己跟所做的跟对方都是空的状态。所谓三轮体空，没有做善事的我，没有接受善事的人，也没有说做善事这件事情。这是三轮体空，这是真正的己达达人。所以当你在度化众生，当你在成全道亲的时候你在做己达达人的功夫。可是呢，你不要心存你在帮助众生，你不要心想你在成全别人。你成全的都是自己，没有成全别人。这些众生呢，只是暂时用众生的角色来让你成全，他们是佛他们不是众生。真正需要成就的只有我我还在迷昧我还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不是去成全别人我要成就自己。所以我们修行到底有没有见到功夫了？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深思反省。那见到功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你只要跟你去年的你比比看，你就知道了。去年的你有没有说跟现在的你比起来，现在的你有没有比较烦恼轻一点，智慧长一点，清净多一点，染污少一点？如果有，那你比去年进步了。那么圣人圣贤人他必须每个月比，每个星期比，甚至每天比。我昨天跟今天有没有进步？我这个上1分钟跟下1分钟有没有改正？时时都在提升自己，时时都在改进自己。那这样才算是学。孔老夫子所说的学，
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那么学这个道理啊，你要去习惯它。觉悟了之后呢，你要把它生活变成生活的习惯，所以叫做学习。哦，所以习不是温习，习是要让你做出来，要让你成为一种你的习惯。所以学之中你要觉悟，觉悟你才有办法习惯呢。你不落实在生活上，你学的东西都只是变成文字般若，只是知见上的了解，那没有用，那没有办法帮你跳出轮回。哦，没有办法帮你止于至善。你一定要呢，能够让它落实。你所听到的道理，听到一个道理就要赶快去做，叫得一善而全福音。好，赶快去落实，一个字就成就一个字的功德。那么你在这个字成就圆满了，其实呢就通遍了所有的万德。所以这个法不要学很多。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法要一门深入啊？哦，常时熏修啊。你就在这个法上好好的用功夫，用功夫用到你贯通，你清楚明了了，了解到这个本体了，那么你一切就豁然贯通了。哦，就好像这5根手指头，你虽然有5个选择，可是呢，你只要从一根下手，用到这个最根处了，最根本了，那么你就贯通到所有的全部。所以一门深入是很重要。哦，这个自古圣贤人学习啊，修道啊，最忌庞杂。所以这个以前朱熹夫子教我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那么他这个博学，他是叫我们在各种的法门之中去了解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么毕竟呢，你自己一开始并不晓得自己要走哪一条路，那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这种学习啊，了解到自己的这种善根，哦，自己的因缘，然后呢，在这个法门好好的下功夫。所以博学后学认为应该是这样来解。那真正的要修行得利益啊，修行有功夫啊，必须呢一门深入。哦，必须在这一门上呢好好的下功夫。比如说你就学儒家，就在儒家上好好的下功夫，那么你就可以通达到所有的各宗各派。你修佛家的也行，修道家的也行，只要你修一家，你不要做通家。你什么都学，什么都会，这个呢什么都不会。那个什么都会的人呢，其实是很让人家忌讳的。毕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通家、全才啊，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啊是非常困难。你看博士啊也才学一门科啊。我们说的博，并不是广博，而是精，而是深入。他在这个领域呢很深入，所以呢得到博士的学位。那其实呢，他也是一门深入。那他如果没有一门深入呢，他没有办法成就他的学问了。那么世间的学问是这样子，我们生命的学问也是这样子。所以后学呢，劝大家，你一定要在一个法门好好的修持。那后学自己啊，所要选择的法门呢，就是从讲经教学做起。我要学这个
这孔老夫子，学孟老夫子，学子思，学这些圣贤人他们的教学，然后著书立说，透过这个文字般若来劝化自己，劝化众生，来利自己也是利别人，达自己也达别人。那所以我要一门深入。那我很希望能够在关圣帝君的经典，尤其是《导引名圣经》《绝世真经》，这些经典呢，好好的深入。那有机会我们必须呢，把这个《导引名圣经》详细的来给他讲一遍，把它录制课程，做一点见证。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把国语的、台语的各讲一遍，各讲一遍之后呢，再细细的来分析其中的道理。其实《导引名圣经》已经贯通了各家各派的理论思想在里面。如果能够把《导引名圣经》呢，那个下功夫读通了，那么你也就通了。不但关圣帝君高兴诸天心佛无不欢喜。那么你自己也成就了，你的九玄七祖也成就了，那么你的冤亲债主也得到了他应该有的报偿。你成就了所有一切众生，这个就是你今天在听道之宗旨几达达人这句经训所最重要的体悟。只有你自己通达了，别人才会通达。所以我们觉悟到人生是没有所有权，人生有所谓的使用权。我们在这个人生呢，在这一段呢，就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这种时空，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道场的资源，好好的来下功夫，好好的来修学，让自己的真正的彻悟，让自己真正的明心见性，了解到这种自汝的本体，这种虚灵不灭的道体。那这个才是我们今生求得大道，不忘了来走这一招的这一个目的。那这是真正几达达人。所以孔老夫子讲这句话，几利利人，几达达人，无非呢就是要教我们成就自己。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那么为什么圣贤人他们都是在成就别人？因为呢，他们已经在成就自己了。那自己觉悟了，别人也跟着觉悟了。有情无情的众生都跟着成就了，那这样不是很好吗？那觉悟的道理一定是在人世间，人世间的成就，这些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成就，才让我们有那个扎实的根呢。你的根是建筑在你的念经禅坐的基础上了，那这是没有根的。你必须要扎在你的人伦基础上，那这样才是有根，才是真正的做到几达达人这样的一个功夫。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早安。
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
办公室与交谊厅，义和众志爱心会。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典传师各有一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详单位。六祖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劳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致有20个字，代表五教 A 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及上帝真宅，象征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中型建筑，城中象征醒世。开经典班、仙佛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华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有4年制学界教育课程，教师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虎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六甲做环保。
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6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典礼，南齐典传师典礼，陈洪真老前人及八边台老前人有莅临。基础举办会，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9县道庆典礼。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礼。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身心灵健康文化讲座。北岳道经义和中央单位联谊，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主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
新义组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新义组府城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沈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香港、澳洲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 06-690-0008。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100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和平复国文化兴国祭天祈福大典活动。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
102年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出版，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勤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电脑网站网址 http://106.1.249.168 右斜线 http://106.1.37.103右斜线
万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三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
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典传师各有一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详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劳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致有20个字，代表五教 A 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及上帝真宅，象征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钟形建筑，晨钟象征醒世。开经典班、鲜活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华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有4年制学界教育课程，教师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虎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六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
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6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典礼，南起点传师典礼，陈洪真老前人及发边台老前人刘义林，基础组单位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主先道歉典礼。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主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行义组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
新义组府城单位到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到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省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香港、澳洲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吉星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06-690-0008。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100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和平复国文化兴国祭天祈福大典活动。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102年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出版，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
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勤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电脑网站网址 http://106.1.249.168 右斜线 http://106.1.37.103右斜线。
照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三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
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9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典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详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劳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代表5教 A 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及上帝真宅，象征5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中型建筑，城中象征醒世。开经典班、仙佛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华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有4年制学界教育课程，教师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虎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6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
及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清口修道者。表扬修道清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6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典礼，南区点传师典礼，陈龙真老前人及发变凯老前人有莅临。基础单位，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主宣告庆典。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主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兴义组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
新义组府城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省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香港、澳洲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066900008。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100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和平复国文化兴国祭天祈福大典活动。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102年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出版，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
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电脑网站网址 http://106.1.249.168 右斜线 http://106.1.37.103右斜线
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